甲第二天，各道路况还算正常。明仔载落南的车辆会愈多，天气方面寒流来啊，中部以北可能无到10度，明仔载暗时会上寒。今仔日透早，台南南西甲屏东山猪门接线发生地动，专家表示山猪门5.3的地动是独立的事件，甲潮州长站之间敢有牵连是要爱分析。台中一个68岁女性领到3万3的现金了后，随后一个查甫人甲抢去，警方用科技办案，落尾伫桃园高铁站甲人抓到，移送法办。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月26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英。先来关心的是这春节连假第二天，国道除了部分的路段车辆有较侪以外，其他呢拢还算正常。高公局是表示讲，明仔载这落南的车辆会愈来愈多，所以建议闪开较到塞车的时段。也那这天气的方面，寒流已经落南啊，所以阴暗呢是愈晚会愈寒，中部以北可能是无到10度，明仔载暗时会上寒。透早国道1号车也无算真济，春节连假的第二天，全台湾的高速公路除了中和、新竹、彰化等等的路段车较济，其他的拢还不哩好走。也那国道5号落南雪山崩坑，到下晡3点为止，通过车有24000多台，甲去年同期来比是减9%。高公局提醒，日期要是落南的尖峰，提醒民众会当伫较无晒的时间才出门。西部国道部分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早上6点以前，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如果要使用国五，可以在早上5点以前，或是下午5点以后出发上国道。高公局提醒，日期落南的路段，国道5号南港到头城，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国道3号中和到关西，国道1号彰化到埔盐，国道3号快关到雾峰。下晡1点之前车会较济。也那天气的方面是愈晚愈冷。气象署讲，下晡开始寒流会落南，温度会降低，各地会变甲真寒。暗内中部以北有机会会到10度以下，未来的前一天会上寒。小年夜的晚上到除夕的清晨这段时间，那预估呢，在台南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都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特别是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8到9度的低温。这波冷空气开始落南，气象署讲8月天气会转大冷，到7月虽然日时也会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夜晚清晨温度还是会非常的寒冷，那白天呢温度会迅速的上升，因此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嘛表示，这波低温水汽若是有够，礼拜到8月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国道1号杨梅的休息站，昨暗的时阵呢，有一台电动车去弄到分隔岛转火烧车，落尾呢是造成4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迄当阵有其他的车辆去翕到事故的画面，看到这台电动车呢是完全拢无打动的。这车祸的原因，即马是要来调查。民众的车一路开伫国道1号，无偌久行车记录器清楚录到边仔一台要入去杨梅休困站的电动车，直接弄到分隔岛，弄到情形，画面是真惊人。因看到事故车辆完全无动车，车弄到了后是着火，警消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来救援。车上总共2大6小，那分别送7家医院。现场因为电动车有起火燃烧。所以我们在消防队灭完火之后，会做详细的核调，然后并做后续的搜证。车头弄甲是密密麻麻，也有热心民众看到了后，赶紧斗相共来拍火。警消甲车顶2个大人、6个囡仔救出来，分别送去急救。因为那靠中间是北台湾上大的外伤中心，有5个囡仔被后送到这抢救，不过8个人内底也是有4个人不幸死亡。第3位是在大约10点03分来到医院，他是一位2岁的男童，那么他有严重的颅内出血。所以目前状况他已经在急诊室。警方调查，开车阿某坐伫头前，6个囡仔内底有3个是家己的囡仔，也有亲戚朋友的。3个囡仔26早起回来到案发的所在，超载造成事故车已经小可剩车骨。调查人员进行调查，为了知影这导火原因。你肩头嘛，对不对？对。一个是这边，你两条虚线都不见了嘛，肾很宽大。对。那他就没办法辨识，对，就没办法辨识了。杨梅休困站启用3年啊，已经传出5人死亡，1人受伤。姚民就认为讲，可能甲入去杨梅休困站的道路设计有关系，建议交通单位应该爱检讨调整设计。记者综合报道。
去银行换钱就要注意啊！这是台中呢有一个68岁女性，伫个 ATM 领到33000的现金了后，随后一个查甫人甲抢去。警方是用科技办案，落尾呢是伫桃园的高铁站甲人掠到，移送法办。这查甫人赶紧走入去巷仔内底，煞来就慢慢停落来，手尾也摕到拄对被害人手的抢来这钱袋啊！警方也伫26天尾光的时阵，甲伊掠到。代志发生伫25暗时6点左右，监视器翕到讲68岁这姓肖的华人人，正伫台中市中区这个 ATM 伫领现金，后壁有一个查甫人，甲伊看真久，看华人人甲现金领出了后，抢到了后回头就走。一个阿送领钱领的啊，不要甲抢到，就是难了，快乐要得吗？警方也做成专案小组，并且调看这个周边的监视器，锁定这个姓詹的查甫人身份。姓詹的查甫人互掠到了后讲，年前是对南部来到台中来做底工，不过因为无钱通用，想要用抢的，还了后坐高铁去桃园，不过伫落车时阵就掠到。迅速锁定台籍犯嫌真男，警方经申请检察官核发拘票后，循线于桃园高铁站。火速将真嫌拘提到案。警方讲，这姓詹的查甫人有多项的前科，也依照抢夺罪嫌移送台中检方来侦办，也提醒民众年岁要到啊，提钱领现金时阵要多多注意。适可有心受可疑的人，若是领大额现金，也会使请警方陪同来护送，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埔发生地动了后，最近是一直拢有地动尾。台南的南西有真侪厝是受到损害，也那在嘉义地区嘛是同款有人受困。加在即马呢，人拢已经救出来。这呢，各界是送来真侪爱心物资，毋过即马煞听讲有外地人走来抢物件，互在地拢真受气。画面内底架顶的物件是害得真厉害，店顶真侪物件拢落落来。台南发生真侪届的地动尾。东山区10多户的人家厝受损长，东关高中的围墙嘛放起。地台车位啊，带带恁人。安尼哦。所以我是讲车是出什么问题，当时地动。学校离地震震央的距离还蛮近的，所以这边那个红砖墙这个地方，它就产生倒塌这样子。现那嘉义水上乡有人家厝3楼楼顶尾龙板柜的放落来，消防人员赶紧把人救出来。因那伫个南西，真侪徛家受损等的情形本来就真严重。2日透早，佫发生5.7个地动，有人厝内放电视的迄面壁柜的放落来，民众烦恼黄单会变做红单。根据区公所的统计，人家厝受损的通报已经有甲1600多件。出来刚开门而已就开始听到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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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左就先跑来马路，然后转头看，啪就倒了。啊，你去到2楼。我的压力就是一定增加的嘛。啊，如果有需要去到3楼，那真正是那个心理压力足大啊。一箱一箱的物资搬入去区公所，民众嘛主动在布棚甲困地下来，因为一直发生地动尾，互厝受损等的情形是愈严重。受灾户唔敢住伫个厝里，区公所清点附近的公庙、礼俗业等等的所在，增加会当收容500多人的空间。预警跟南西为中心向外延伸，那目前呢？已经扩张到可收容的处所达到24处，约可收容540多人。很多次了，我们有在注意你呢。各界爱心的物资送入来，不过所有人趁这个时阵来偷摕物件，那像是为外地来的，所在地受灾户是感觉真生气。要有2个用布袋装一装，然后里长再跟他，就是再给他主责啊，说你们外地来，把这个2袋有没有？你要带去哪里？要做生意吗？即马年就要到啊，灾区也阁有真侪所在无水通使用，加在民间爱心的食食有尽量供应入来，希望或者受灾户会当感受温暖，陪伴因重建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今仔日透早的时阵，台南的南西甲屏东的山猪门是接续发生地动，民众真关心这地动敢会愈来愈往南边刷去咧。地动中心是表示讲，这山猪门5.3的地动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提醒民众要爱注意。另外呢，这学者来表示讲，这山猪门地动甲潮州断站之间是要阁需要进一步去分析，敢有牵连。
半暝0:10分，屏东山地门发生规模5.3的地动，无传出灾情，不过互已经困的民众拢惊到。先被摇醒，然后才有那个什么警报，然后早餐又一波。放的那个程度有让你会惊吓吗？会呢，因为这边很少会地震。山地门地动上大震度4级，中南部拢有感觉，只是伫3分钟之前，半暝0:07分，台南南西已经发生规模4.2的地动，引起注意，是不是地动一路向南？那因为跟我们这一次的主震位置其实有相当的一段距离的，它两起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屏东地动是独立的，并不是嘉义大埔的余震。地动中心嘛提醒，每当只有注意嘉南的地动，全台民众爱提高警觉。另外，学者嘛观察提醒，25号暗时，台南东山5.7的地动，显示地动位置向西，詹文水库附近爱加强防灾。19:49分发生的这个规模5.7的地震呢，比较往西跑去了。那现在来讲的话，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边呢就是我们曾文水库的部分。那在这一些这么密集，然后规模地震也比较大的一些状况之下呢，这个水库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可能受到损害的一些状况？经历了相当多的一个地震，例如2012年的甲仙地震，2016年的一个美浓地震，好，这个位置都是在附近。那其实水库在1月21号地震之后，水利相关单位他们也马上派人去做相关的一个巡检。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民众可以放心。根据统计，嘉义大埔地动到即马已经有109遍的有感地动，刷了一礼拜，无排除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发生的可能性。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这以哈冲突即马总算停火。1月25就是第2届用人质换犯人的行动，有4个互哈马斯关15个月的以色列女军人，即马总算会当甲亲人团圆啊！也那以色列也照约束，甲20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放出来，大阵人拢去甲迎接。以色列女兵阿尔巴格看到爸母的时阵叫个真大声，互哈马斯掠去已经15个月。4年会伫19甲20岁以色列女兵，25得到释放了后，去病院进行检查，了后甲亲人团圆，情绪是真激动。4个女兵是伫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的时阵，伫哈尔奥兹基地遭到劫持。以色列女兵得到释放了后几点钟，载有200个巴勒斯坦犯人的巴士车队也为以色列出发，将犯人载去约定的释放地点。车队到的所在受巴勒斯坦民众迎接，犯人落车的时阵受影响式的热烈欢迎。يعني لا أستطيع وصف يعني خبر إني أنا مروح في الصفقة. الله يبارك فيك يا رب. إن شاء الله ونتمنى فرج جميع الأسرى لأن الأسرى يعانون. 这是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协议成立以来第2摆交换人质甲犯人的行动。伫加沙市的巴勒斯坦广场，哈马斯甲接上4个以色列女兵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员签署文件了后，正式释放人质。以色列也公布释放200个巴勒斯坦犯人。因为以色列一个平民人质还未伫这200个释放名单顶悬，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等这人质得到释放了，才会同意巴勒斯坦人重回加沙北部区域。其他还未得到释放的人质家属，25伫特拉维夫举行示威，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是按纳坦雅胡确实执行停火协议，让其他人质也能得到释放。Mr. President, do not allow this to happen. Demand of Netanyahu to fully implement the deal in its entirety and begin negotiations for phase 2 now. 以哈停火协议第19生效，大量援助物资也因进入加沙地区协助民众重整家园。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德国国会即马已经选定会伫2月23的时阵来举办全国的大选。即马极右派另类选择党 AFD 是讲明因的立场就是反对移民，即马已经开始咧做势啊。也那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是透过影片专力来甲斗小天。另外呢，反对极右派的团体也出动7万多人伫个大城市咧示威。伫德国大选前1个月，德国极右派政党另类选择党 AFD 开始头一波造势活动。总理候选人韦德尔上台，大家拍声都甲水落去了。Macht die AfD stark genug, diesen Wahnsinn zu verhindern. Mit uns gibt es kein Taurus in die Ukraine.
另类选择党主张反移民加反绿色政策，韦德尔伫演说中更加讲，一旦选调，上任头一天就甲边界关起来，并且会甲非法移民遣送出境，同时取消永续人权加气候政策，也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2024年12月，伫家己的 X 平台头一摆发文来支持另类选择党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经由影片，搁再来改赞声。Should be less global government. There should be more determination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So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e IFD does well, and that Alice Beadle does become chancellor. I think that would be very good for Germany. 就伫同一天，德国各大城市做伙发起反极右势力的示威活动。柏林甲科隆两个所在有75000外人参加。柏林布兰登堡门，群众摕印有反法西斯的旗仔标语，加摆成希望甲反抗理由的灯牌举悬悬，向外界表达对抗极右派势力的决心。Ja, ich finde das schon alles sehr beängstigend, was gerade so an Entwicklung vonstatten geht. Jetzt auch nochmal mit dem, was in Richtung Wahlkampf geht, sehr weit nach rechts rüberrutscht. Und ja, ich stehe für Demokratie und für Offenheit und Vielfalt und ich finde, das macht uns aus in Deutschland und deswegen.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最主流的保守派基民加基社党联盟以30%的支持率领先。基民党主席梅尔茨是联盟的总理人选，也那另类选择党是以20%排第2，创下该党支持度升悬的纪录。公视新闻张淑君编译。来看进前呢，这蒙古籍的保顺河货船是对咱台湾的海底电缆安尼咧行，即马佫出现另外一只巴拿马籍的保利河货船，这路线甲保顺河呢是马共啊马共，海巡已经公布赶准。这个月23，这只蒙古籍的货船保顺河出现伫屏东邦山外海，海巡署定准检查，毋过过无偌久，25佫出现另外一只巴拿马籍的保利河。形状甲保顺河真相像，伫邦山的海底电缆区。贵船现在停靠的地方是本国的海底电缆的地区。那为了避免海底电缆遭到破坏，那可能要麻烦贵船向外航行哦，不要停留在本国的海底电缆区。马上就走了。海巡署表示，这案是海巡通报塔台了后，塔台认为无即时的危险，所以持续观察，无甲公布。不过海巡认为有疑虑，才派船去甲公布，通知这只船离开。保利号，那麻烦你尽快向西南方航行哦，因为你现在的位置是我国的海底电缆区。海巡署回应讲，会监控咱国海峡船仔的动态，若是发现或者是接到通报，相关海峡内底若像有船仔违规点伫遐情形，会通报港口交通管理系统，伊无线电广播要求就要离开。专家表示，最近真正发生类似货船出现伫铺设地带的事件，建议增加无人机提悬侦查的量能。最好的应对方式呢，当然是广建无人机哈。碰到这种可疑的船舶，那其实海巡署呢可以先派遣这种无人机呢先上去做一个侦查。一旦呢他们有心犯罪的话呢，其实他们看到也会怕。海底电缆若是受损断，会影响国家安全。海巡甲国军防御装备补强。专家强调讲，相关机关拢爱谨慎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是休高工，大家欢喜咧团圆的时阵，咱的空军第6联队也是继续驻伫咧屏东，来加强海峡的巡逻，也来协助送离岛的病患，对空中继续看顾咱的台湾。拄结束任务的反舰机才降落，地勤人员就随接手做保养。伫另外一个机坪，也有人无用咧替当要出任务的飞行机挂规单。劳动单体，劳动单体。负责台湾海峡反舰已经甲离岛医疗运送的空军第6联队，对过年开始就加强战备任务，拢无休困。起飞进前，飞行员真足检查飞行机内外设备。林中校讲，队员敢会当平安倒转来，要飞进前的检查真要紧，所以大家细节拢爱真认真。有一个讲爱对的人，情人节每都过，其实阮过年只好阮就家己调整时间，找一个时间大家当团聚，再食一下饭。其实我感觉就窝心的，为虾米？因为大家咧安心快乐的过年，代表讲阮这国家是安全的。同款无用的，也有负责离岛病患运送的医疗中队。一透早就根据离岛病院的需求，整理医疗设备，准备开始规工的医疗飞行。联队的飞行机会当正常起飞，拢爱靠维修的士官，
因是训练机上重要的医生。我跟我妹是同一个部队，然后我弟是在左营。通常我们就是3个会集中在同一天。甲无共款，毕竟是伫甲大家做伙食饭，跟甲厝内做伙食饭是无共款。面对中国军演常态化，空军官兵过年是无放令，大概军机伫天顶咧飞，拢是咱国军牺牲甲厝内团圆的时间，无眠无日对空中看顾台湾。记者邱昭雄屏东采访报道。这过年若要食好料，这几天的年货就要赶紧甲款起来啊！根据台北市的调查，这主要的围炉菜包括着长年菜、葱啊，也有菜头呢，即马拢因为供应量变少，所以价小起2到3成。袂少人虽然讲化工这物件有变贵，也毋过呢，为着一顿青草，也是甘愿甲开落。两边店都可以挑选哦。随要过年啊，真侪民众赶紧来采买过年时定食的物件。台北南门市场人真多，若经过发过这物件卖真好，围炉食团圆饭常常有的这白抢，也真侪人买。大概贵个2成左右吧，大概1万块左右，差不多，就年夜饭嘛。那部分的鱼啊、虾啊，价钱变较贵。来到卖青菜所在，像过年定来食的这个挂菜、长年菜，也有代表好菜头的菜头，也拢全部起价咯。萝卜就感觉好像有贵的，比平常买还要贵一点。应该都变贵吧？对啊，没有不变贵的。根据台北市主计处调查，过年前节庆商品的物价变动情形，发现伫过年假期前3天，挂菜一斤对上俗15块到上贵69块拢有，比顶年同期起31.99%。白抢是一斤684块到2800块不等，比顶年同期起20.82%。菜头一斤是15到49块，也比顶年同期起18.05%。冬笋的价格会高一点，高往年差不多高出来，差不多已经多了100块左右。进一步分析，这过年节庆商品的价格波动，白抢伫过年假期前3天甲假期前30天的价格比较，起23.05%，柑仔类起6.74%，猪肉起0.70%。鸡肉跟猪肉，那就是因为我们饲养成本也增加了，所以导致价格较上年都比较高一点。另外，过年这春联装饰的物件，糖啊、地瓜、发粿也因为进货成本提悬，继续起价。台北市府主计处讲，会继续来观察年后物价变动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新正年包红包是要祝福求一个好运，也若这红包鹿啊是由家己所设计，安尼就加较有意思啊。伫咧中华呢，有班的老师是开体验课，教民众设计过年的花草印伫咧红包鹿啊，也有村啊顶头，有喜气，嘛有心意。新正年头包红包，伫台湾传统风俗有祝福、保佑平安健康的意思。民众趁过年前来制作红包鹿仔，有今年蛇年的蛇，阁有代表幸福的币宝，都连外国朋友嘛来体验。台湾人会说，在过年会说那个“翁来”，翁来，所以就是加丰年。我教伊华语，也是讲来带伊来体验一下，更加了解台湾的文化啦，也是讲一寡特别的图案。我设计的是日本风格的蛇，敢若迄塔迄年糕安尼，然后面顶加一个柑仔安尼，大吉大利的感觉。教课的王依萍老师，逐年拢会设计大张的版印年画，今年特别办课程，教民众为设地板开始设计画图。雕刻，最后把家己设计版画印伫红包鹿仔甲春仔顶悬。除了可以做年画以外呢，我们可以做比较小张的，有春联啊，或者是红包啊，大家就可以在这边做自己喜欢的图啊，你可以融入一些 Hockey 的那种字在里面，或者是有图案，像苹果、令狗就是那个会有平安嘛，那柑仔、橘子也是那种很有吉利的感觉。过年包红包的风俗，相传是因为伫古早时代，二九暝会有妖怪作恶欺负囡仔，包红包会当辟邪，嘛有第二钱的讲法。演变到今，包红包正做是新春的祝福，也若民众家己动手做红包鹿仔，要互今年包出去的红包心意更加特别。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嘞？天气不理在，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0度到13度，中部地区是9度到15度，
南部地区是12度到18度。东部地区是10度到16度。也那外岛地区8度到15度。新年头、旧年尾，大家欢喜来做伙，落尾呢，相迎伫遮，要祝大家新春恭喜，事事行行拢如意。咱再相会。